台北市大安区有一间火锅店内底飘起拢伫咧结果林，像讲景牛肉，那亲像咧景锅共款。另外，各讲到若是爱酸水，规气来洗碗，店的门口口会当手怀烤，特别引起话题。头家是三个兄弟，普通时爱练探草，若运动线爱食肉，补充两地质，煞找无爱食的火锅店，规气阵家己创业来开店，拄到困难，拢逐项做伙来解决。你好，帮你送一下22盎司的牛背煎。肉盘上到才有视觉的效果，逐地拢正大地，斟酌甲算一个，一排有6地，拢总5排30地，这佫干那是一人份的。先用大头葱、虾米这的料来浸芳，规个芳味随清出来，刷落汤头倒入去，煮甲滚了后，开始甲肉下落，一喙刷一喙，互人食一个够开。分量来说的话，一个正常男生是非常够的。对，然后它的汤头也很有味道。一盘满满摕来称，超过600公克，才有算是符合标准。毋过，毋是所有人拢有法度甲遮尔济肉拢食落，所以兄弟三个嘛真笑亏。伫店内搭各种的标语，内底毋有因的创意，阁有想要互人客知的感觉。为了当时我们就看到说一句话，就是人家开玩笑说轻的人比较容易被绑架嘛，这就是英文。那我们就很希望把它，那所以为了不要容易被绑架，你就多吃一点肉，长胖一点才比较安全。兄弟三个对装潢的用心，阁毋若安尼，店门口阁会当吊管家，看因拢真爱健身，安尼嘛一定爱来 PK 一个，看谁会当有上济个。头一个挑战的二兄有14个，后一个来有的大兄小看较落差，有无到10个掉落来。为什么那么轻盈啊？上尾上场的小弟看起来人真瘦，毋过普通时爱扛山壁，手真有力。第一名15个。两个小弟拢无咧客气，无小让一个，直接互大兄吊车尾。毋过这一点仔就袂影响到因兄弟的感情，因心内上尊敬的绝对是大兄。他其实带我蛮多的，然后会跟我教一些他曾经失败过的经验，或者是曾经经验比较不好的一些分享这样，然后让我不要去再重蹈覆辙。然后因为很多事情是进来已经有的制度、已经有的东西，其实他前面花很多时间建立的，对，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当然是轻松或者是好过很多。第失志的时阵，小弟互伊鼓励，嘛喺伫伫边仔陪伴，即马3个人做伙拍拼。林文凯讲，因的梦想真大，希望打造一个新型的用餐的环境，若料理好食，阁会当享受到趣味的物件，互人客会当伫遮留一个快乐的回忆落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